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，孙媳不安呐。请老太君回帐。宗宝，奶奶。 奶奶，您不必伤心。桂英向您保证，过不了几日，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。真的吗？且道宗宝。啊！潘将军，在。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？禀报穆元帅，粮食30担，草料40车。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？禀报穆元帅，末将来时，草料车已被烧毁，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。 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。10日，穆元帅，末将也是估计。7日粮草不到，我这城中必定断粮。这一点，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。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，5日之内，必须将粮草送到。末将遵命。 穆元帅，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，杯水车薪呢，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。本帅早已想好了。杨五郎听令。末将在。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。 本帅知道，这样消耗很大，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，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。这也是无奈之举。遵命。七娘八妹听令。末将在。本帅令你2人出东西门向2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。 速去速回。末将遵命。各自执行去吧。是。孟良交暂听令。末将听令。本帅令你2人前去接应王监军。就这么点粮草，有必要让我们2个人一起去吗？有必要。太有必要了。 您2人去了，自会明白。哎呀，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，多拐个弯吗？嗨，我是说，让你该拐则拐，该直则直，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！末将遵命。走。穆元帅，我们做什么？是啊，穆元帅。 我们有何任务？穆元帅，我们也不能闲着。一会儿再告诉你们，你们该干什么。杨宗保的死，非但没有把他击垮，反而令他更加强悍。铁密探回来说，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，
穆桂英了不起啊！哼，他那是虚张声势。我看，不如我们趁虚而入，向他发起进攻。哀兵入猛虎，现在进攻，他们会以一当十，拼死力搏。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，我们再进攻。三关无粮，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。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。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，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。遵命。遵命。区内将军，末将在。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。这。王青龙来电说，他会走城东南，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。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。对，早知道这样，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。是啊，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。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，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，断了他的后路。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，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？末将明白了。穆桂英真狡猾，为了得到粮草，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。元帅，我们应战吧！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，赶快去执行命令吧！跟我来！只要不让宋军得到粮草，不战自败。元帅，我去了。元帅，哈比士，末将在。去吧。是，遵命。兄弟们，撤！穆元帅，萧天佐向北逃窜，我军追击10里，鸣金收兵。干得好，武伯，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。禀告穆元帅，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，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。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，末将顾得了拼杀，顾不了粮草啊。末将也受到了攻击。二位坐吧。穆元帅，城中粮草所剩无几，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。爹爹，你到兵营去，告诉众将官，粮草明日就到。元帅有如此把握？爹爹请放心哦。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，让百姓们也都知道。这不是，就请爹爹执行吧。末将遵命。萧元帅，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，我们不必后退，与之厮杀，定能取胜。三关断粮，他们成了亡命之师，与他们厮杀，非但不能取胜，还会被他们吃掉。元帅，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？等是等不来的。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，他们就会四处购粮。萧元帅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，等黎明前，我们再去三关。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，耗尽他的体力，再伺机而动。兄弟们，你们的羊肉来了！来，快点！好，这样，快！羊肉！
众将领听令。是。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，各自执行去吧。遵命。穆元帅，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？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，想拖垮我们。这个本帅早就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追击？我军将士都以饥饿困乏不堪，饥饿困乏，理应全力追逐。皇上不差恶兵，只怕我们追出10里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。等你回到城中，本帅保你们吃饱饭。爹爹，陪我去城中走走。我看最好别去，城中的百姓、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，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，想脱身都难。爹爹不必担忧，随我去就是了。走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本店确实没有粮食了。乡亲们，本店真的没有粮食了。乡亲们，别吵了。穆元帅来了。穆元帅来了。穆元帅，哎呀，穆元帅，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。家里老人孩子饿肚子呢。穆元帅，粮食什么时候到啊？是啊，穆元帅，布告上写着粮食，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。乡亲们，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粮食马上就到。啊，这样马上就到啊！真是，哎呀，等了那么久了。对呀，我的不是真的呀。哦，来了来了，看那边，这，有粮食了！快走，快走啊！快点！穆元帅，小肥羊来了！乡亲们，这就是粮食。啊！太好了！好样的！哎呀！后面还有几百头羊呢！有羊肉吃了！有羊肉吃了！哎。走了！元帅，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。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，等他们进城再饿上1天，我们再歼灭他们，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。吃羊的，上次你给我果子，这次我还你们骨头。按你们的话说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要是见不着肉，贫僧当场羞辱他。这，哎，该吃饭了，好辛苦了啊！饭吃了，来，给我一份。哎，煮熟了，来，你的，你的，谢谢，还给我一份。哎，好了，来这边，来，给，谢谢。拿着啊！呀，胡弟，饿坏了吧？来吃块肉。好香啊！哦，不成，出家人不能吃肉。来，这个。啊，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，也知足了。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。萧元帅，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？
一旦他们出来偷袭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哼，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。也是，弟兄们，下马！萧元帅，辛苦啦！莫元帅，不辛苦，明天我们才辛苦。正是为了明日再战，本元帅特地为您，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，准备了上好的食物，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，如何呀？莫元帅，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！你虽聪明，却不是孔明。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。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。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，可你也有弱点。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，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，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，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！萧元帅，本帅要好好谢谢您啦！老天不公啊！老天不公！为什么苍天生我小天左，还叫穆桂英啊？唉。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，岂能弃粮草而偷生？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兄弟们，上！王庆龙，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，还是来包围我们的？没错，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。王庆龙，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？那他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王监军，难道你忘了预辽先锋，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，今生忘年，如同手足，相携相助，来日方长。来世为鬼，结拜一人。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，跟你们拼了！对不起，因为你是内奸。
穆元帅，羊肉虽然好吃，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，吃不习惯，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。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。王庆龙那点粮草，杯水车薪，顶不了3日。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。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。不用，最多2日。最多2天。是他。队长，跪下！诸位，诸位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快，给齐乃将军松绑！哎，齐乃将军骁勇威猛，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！闲话少说，想让本将军投降，门儿都没有！本帅还真无此意，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，随后将您送回辽营。这，来人呐，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。元帅，这，哎，带走，走。元帅，齐乃是一员虎将，放他如放虎归山呐。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，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。穆元帅，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，萧天佐他能换吗？他能换吗？他若不换，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？交赞将军听令。末将听令。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，用齐乃换粮草，你立马送去。遵令。等一下，到了辽营之后，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，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，尤其是齐乃的部下，明白了？末将明白。哎，兄弟我先行一步啦。带王庆龙，走。走。王庆龙，你勾结辽军，卖主求荣，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，还将粮草送于他人，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。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，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。杀了他！二位将领住手！住手！事到如今，胜王败寇，动手吧！临死之前，只想知道，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？穆元帅，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？你果真想知道？当然。如果是假杨宗保，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。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，我死而无憾，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毒根呐！我宰了你！住手！刀下留人。那要是真的呢？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，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。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。杨宗保，王将军想见见你，还不出来呀？这宗保啊！
真的是你吗，宗保？真的是你吗，宗保啊？宗保，你是人还是鬼啊？是鬼。宗保，宗保，儿啊！宗保，娘，奶奶，奶奶，宗保，我的孙儿啊！杨宗保，你是怎么活过来的？啊？我能活到今天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，它外消疮患，内解百毒。靠他的药力，我病危真死。我所中的毒，和田壮士所服的毒，同为一路货色。桂英为了解毒，费了很大的心思，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。对不起，王监军，穆姑娘又赢了你。那你为何以假当真？不这样的话，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？不这样的话，怎能用奇奶换回我粮草啊？桂英啊，你这丫头可太精了，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。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，你看看。哎呦！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？因为她英明。对呀，英明。来人呐！在。将王庆龙押入死牢。走，押走。走。莫元帅，末将要向您请罪。杨将军，何罪之有啊？末将在一气之下，挑死了他的副将，那个姓潘的孽障。哦，那个孽障罪有应得，本帅不追究你。谢穆元帅。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，为帅不尊，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。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，你竟用命去相搏，是谁给你的权利啊？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？又是谁给你的权利，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？你想过奶奶吗？你想过爹爹吗？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？你想过我吗？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。桂英啊，奶奶，绝粮损失兵马不多，可齐乃将军被俘，影响巨大。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，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，我萧天佐。元帅，我们攻城吧！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，进攻吧！进攻吧！进攻吧！元帅，
现在宋军气势正盛，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，还会损失惨重。杀！使点杀！萧元帅的杀！干什么呢？啊，我是奉穆元帅之命，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！这不，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。齐乃将军可好？好极了，顿顿好酒好肉的，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。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？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。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，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。哎，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？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。哦，真是兄弟情深呐！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哈哈，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，焦赞。那别啰嗦，快进去禀报。是。报！进来。元帅，宋军使者前来送信。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？哎呀，有本事嘛！哎，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？太后年长，经验丰富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。这本事啊，不分年龄大小。你们服她吗？那当然了，不仅我们服她，哎，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，看他佩服不佩服？不错，他战败过我们，俘获了齐乃将军，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。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？叫他进来。是。进来。鄂国英又在耍什么花招啊？萧元帅召见你。谢了。你们两个留下。哎，你们想见齐乃将军呐，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！他是还让求情？进来。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，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。不要说了，闭嘴！闭嘴！你们想用齐乃将军逼我退兵，手段卑鄙！啊，不是逼迫，是想交换。再说，老子砍了你！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不管任何原因，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。对！啊，现在说是进是退，可能还为时尚早。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，给我轰出去！两军交战不让来使，不让说话，我当什么来使啊？出去！我当什么来使啊？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报！什么事？元帅，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。他来找元帅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萧元帅来了。萧元帅。萧元帅，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，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？是啊，萧元帅，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，如果能将他换回，我们恳请元帅开恩。元帅开恩！元帅开恩！要是元帅不顾及齐乃将军的性命，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。兄弟之情深似海，有你们这份情谊，我们辽军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
我正想换回齐乃将军。哈比什将军，末将在。你速带人清理粮草，送回宋营。是，末将遵命。谢萧元帅。不用谢。众将领跟随我多年，就当生死与共。进攻！末将损失兵将3000，战马800。末将损兵2000，战马损失700。末将损失更多。现在3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。穆元帅，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信。切记不可理会。以末将之见，眼下我宋军应挂出免战牌，以调养休整，恢复士气。除了六弟所说，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，避免一败再败。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。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，3日之后决战。这，穆元帅，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。眼观前朝战事，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，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，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，养精蓄锐，以图东山再起。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，元气大伤。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，无异于羊入虎口，必败无疑呀。此时再战，恰恰是最好的时机。只要战士们不气馁，士气依然高昂。这个萧天佐呢，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，小胜一仗。可同样，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。穆元帅，末将以为不妥，投入全部兵力一战，是在赌博呀。本帅从不赌博，而是胸有成竹。各位将军，回去安抚部将，集合兵马，磨砺刀枪，鼓舞士气。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。这是穆桂英，他不是意气用事。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。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。